新竹县总增加11个，而且拢是集中伫竹东镇的2间长照机构内底。目前确诊者拢已经隔离约64个相关接触者。新竹县11新增加12例确诊者，拢是长照中心的人员，包括有住伫内底的士大、看护以及护理师。其实爆发前一天，这2间中心就已经分别传出有1名确诊者，想不到隔天连面发生群组感染。传播链的厘清啊，还是需要中央专家来协助啊。那对于机构群聚案件啊，只要有被匡列的相关接触人员啊，都会全部采 PCR。接到通报，卫生局赶紧派人来到中心关心，也针对附近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，避免疫情继续扩大。12中心是传出更增加1名确诊者。第一时间里面，我们已经跟这个2家的机构，我们做了一些辅导，也落实了分仓分流及环境消毒的作业，全力的围堵，让这疫情不要扩散出去。新竹县总共有16间长照机构，目前已经完成700多人的体检，按算16进前完成全部的快筛作业，卖加强检测疫情敢有扩大的状况。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。